大家好，我係5B 班嘅文以喬。我係5B 班嘅譚海喬。唉，3個星期後就考試啦，我真係覺得時間唔夠用啊！唔好咁灰心啦，以喬。科目雖然多，但係如果我哋一齊規劃好溫習時間，互相提點，一定可以應付到嘅。好啊，不過我驚我溫唔晒咁多嘢。傻啦，最緊要係有效率咁溫書。首先，你有冇開始規劃溫習進度？3個星期要溫幾科，一定要好好安排。我諗住每日溫習1科，輪住你。呢個方法唔錯，但係最好可以詳細啲，例如每日溫習邊個課題，做邊啲練習，仲要好好分配每科嘅時間，睇下邊科比較弱，就要多花啲時間。我會仔細規劃下。你有冇睇清楚每科嘅考試範圍啊？有啊，老師喺上堂嘅時候講過，我已經開始複習中文嘅詞語同語法啦。咁就好。你有冇開始做啲練習題啊？做到一半，有啲題目唔識做，不如我哋今日一齊睇下中文嘅練習題。好啊，我都有啲中文嘅題目想問你。呢啲題目其實係考緊你對成語嘅理解，你睇下佢嘅意思係。哦，原來係咁，我明啦。我之前唔記得咗呢個成語嘅意思。唔緊要，而家開始溫習都仲有時間，慢慢嚟。仲有考試嘅時候一定要睇清楚題目，唔好急住答，尤其是係要小心審題。我知道，我成日都因為太心急而寫錯字。仲有考試嘅時候要帶齊文具，例如鉛筆、擦膠、間尺等等。呢個我知，我會提前準備好㗎啦。仲有一樣嘢好重要，就係要保持冷靜。考試嘅時候可能會遇到一啲難題，但係唔好驚，要冷靜思考，嘗試用唔同嘅方法去解決。我會盡量保持冷靜，但係我一緊張就諗唔到嘢。咁你考試之前可以做一啲深呼吸，或者飲啖水，放鬆下心情。平時溫習嘅時候都要注意休息，唔好太過疲累。每溫習1科就休息一下，轉換下心情。好啊，我會試下。仲有考試嘅時候要分配好時間，唔好喺一條題目上花太多時間。咁如果我遇到一啲唔識做嘅題目，應該點算呢？你可以先跳過，做咗其他題目先，然後再返嚟做。好啊，我會記住。最後，考試嘅時候要檢查清楚答案，確保冇錯漏，尤其是係要小心檢查錯別字。我會仔細檢查。好啦，講咗咁多，你仲有咩問題？冇啦，多謝你，海喬，你真係幫咗好多啊！唔使客氣啊，同學之間互相幫忙係應該嘅。我哋一齊努力，準備好3個星期後嘅考試，記得要平均分配溫習時間啊！好，今日早會完畢，將時間交返俾班主任。